咱台湾的护照伫咧全球100外国家拢有免签证入境的台句，即马所传出有中国人甲咱国民买护照，一本上济花到1万，因则搁甲这的护照交予人口买卖集团来转卖。目前伫咧台湾抓到涉案的9个嫌犯，嘛已经予检方来起诉。 连续2届行动，甲嫌犯一届抓起来，会互警方注意到这个非法集团是因为因和中国人士交结，买卖台湾护照，互卖人口的集团使用。甲社群软体拍开，面册社团平台拢有相关的信息，捌是中国配偶的姓陈的女性，指挥同伴伫网络上向国人买护照，每一本上悬是买1万块。 甲护照寄到澳洲等等的所在，互境外卖人口的集团转卖互中国籍的人士出入境轻轻松松。大陆籍的配偶，那他在国内吸收宜兰地区的当地的不良分子，来从事这个收购，在网络上收受这个护照来买卖，来牟利。大陆地区的犯嫌会在以通讯软体把需要寄到的欧洲地址，再提供给我们国内的犯嫌。 那犯嫌在依据他们的指示以后，把这些不法的护照寄到欧洲地区，互扣起来证物放伫桌顶。警方调查卖人口的集团专工选台湾的护照下手，就是看准这本伫全国110个国家有免签入境的台语，伫澳洲甲印尼等等的所在已经超过50本互盗用。伫台湾抓到的9名涉案人，因也协助护照的买卖，但也受到起诉。 民众不应随意将护照出售于他人，除可能遭他人不法利用外，更可能违反护照条例第29条规定，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及并科70万元以下罚金。除了违法的组织买护照违法，律师也提醒讲，个人家己甲护照当作是趁钱的工课，共款是违法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